一个消息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过年这段时间，台南市卫生局提供12000片喙罨，要顾基层的检测用。即马煞传讲，这片喙罨拢是为中国乌百姓来的，敢若搁再过期。卫生局落尾赶紧跳出来解说，讲这批喙罨是3年前进口的，迄当时无疫情，效期嘛也未超过，希望大家拢会当用了搁较安心。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拖，警察伫外口执勤，嘛拢甲喙罨挂起来。不过即马煞传讲，政府进前分互经销用的喙罨，是为肺炎病毒逼出来所在中国乌百姓来的。斟酌甲看，这批喙罨的产地顶下写的是中国乌百，这嘛互一寡基层的警察私底下咧算讲，这敢是别人不爱用，才摕来互警察用的，也是讲警察的命无值钱。一部分的民众听到这种情形，嘛感觉无妥当。 如果是给就是第一线的人，我觉得还是以台湾制造的会比较优先，比较安全吧。湖北这2个字就制造的就不行吗？不会，并不会。民众的看法拢无同，原来这批喙罨是过年时啊，台南市卫生局分予市警局，互会甲民众接触到的警察用的。不过，唔拿喙罨的产地，互人袂放心。佮听讲，这喙罨拢已经过期啊。这些口罩。 一般来讲，它的效期3到5年啦。我们播发出去的口罩，所以说符合这个那个细菌的过滤率，而且任何一个口罩它要进口的话，都要符合我们国家 CNS 的标准。 卫生局出面解说，讲这批喙罨是3年前进口的正备库存，迄当阵疫情也未逼出来，嘛无过期的问题。不过疫情这么严重，摕到的喙罨产地却是写中国乌百姓，真正是会互人唔敢甲挂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